閒聊之王，聽講新一年閒聊之王會有新節目推出喎。咩節目？遲啲你咪知。咁今集熱下新鮮。IQ 題：花開嗰陣唔好買咩？買魚蛋。錯，答案係買褲。點解？因為花開富貴。常識題：巴士司機疏忽引致車禍，點解反而拉咗個受傷嘅乘客坐監呢？開估：因為個乘客冇帶安全帶。做軍跌落鑊，歇後語係咩？做軍跌落鑊，精神。都係歇後語。7個銅錢分2份係咩意思？開估，答案係唔三唔四。電影題，4個字嘅。開估，答案係逃學威龍。估物品，呢嚿嘢有咩用？呢題遲啲開估。呢題係估香港地方，張相係70年代影嘅，同而家其實差唔多。開估，答案係鰂魚涌近惠安苑。我仲以為係九龍城寨。呢張係90年代影嘅。答案會之後先開估。形容事情避無可避，可以用咩歇後語？開估，答案係鼻哥窿擔遮，避無可避。估4字詞語，乜乜精神。開估，答案係龍馬精神。乜馬奔乜？賽馬奔騰。錯。寶馬奔馳。都錯。開估，答案係萬馬奔騰。形容人借嘢唔還，可以用咩歇後語？開估，答案係劉備借荊州，一借冇回頭。形容兩個人面阻阻，可以用咩歇後語？答案會之後先開估。爛 gag 題：花咩工瘦得最快？減肥嘅工。錯。郵差。唔係。健身教練。都錯。消防員。差少少。開估，答案係銷售員。只准移動一支火柴，點先可以變得合理？呢題遲啲開估，下集見。